语黑爸爸，好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破甲。才华一定赢，绝对第一名。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混甲。混来混去，冲起来去。好来，咱即摆上擂台。驾，最厉哦，这里哦，这里哦。来，快点来宾来了，直接讲来，哎，你来来哦。欢迎，好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介绍阮这队的队长哦，来，阮心内啊啦，哎呀，王彩华。这吼，江华义讲到你，家里带查某囝来啊啦，是巢外大汉巢仔囝，好做甜甜。啊，这第二个地头毛的嘛吼，这巢外好戏啦，别人生啦，别人生啦，就来啦。迄个新凯，来欢迎，好欢迎，来再看看边啊哩。啊，这都是阮迄个婷婷的同学来，好做怡婷，是欢迎您来哦，是报名摕到登记哦，过来欢迎你边的。欢迎阮这边的酒，不要专门咧处理人的新血书的啦。对，来，白云哥哥。我一个名叫做怀特克劳德。怀特克劳德哦，嘿，白云嘛，怀特克劳德嘛，克劳德。你啊，看阮这名，你看我新书嘞。白云呐，嘿啦，啊来，你 out 嘞。哎呀，我这个，嘿，把将仔带来啦。哦，酱，这我后生。酱，嘿，中汉。好，大家好。酱，将仔啦，啊这因这种圣经啊判的啦，你这义成，啊这义恩两个都兄妹，兄妹啊。嘿，啊对面这个，嘿，以早彩华是甲共辈，嘿，啊因为天天的关系，所以我叫长母，嘿，长嘛，嘿啊，是安尼啊，你收这啊啦。雷公，我等下介绍互你啦。来，咱介绍咱的雷公吼，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的罗公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，台语真丰富，接讲恁会当赚大钱买新厝。对啦，你甲看，这两位拢是真正有影足讲的啊，所以讲嘛是赚大钱，嘛是买新厝啊，对，囡仔佫顾甲遐尔好，是毋是？先讲好啦，我都。之前我第一间买中古的啦，我第二间要买新的啦。不要紧，我甲你讲，阮家有真正有100万的奖金，你我要甲恁支援。喂，你起码是要买纸布的吼，100万就用买啊。100万都不是10万呢。咱来用纸糊的吼，迄纸足大台的，买伊是用100万吼，就是伫倒位啦。大家想要看者，真正有100万的，你看，来伫遮。哦，要开啊，有无？真正有咧。系啊。100万10本哦。对。哎，你讲，你这里像我的村啊，娘喂，娘你等你来啦，等你啦，算你的啊。这里拄安尼画面无好看咧，我你徛喺边啊，佫怪怪呢。无啦，这太美人，我讲过嘛，看到一塔，拢总10塔咧。嘿，了解，所以咱用心来甲这100万摕到登。爱比赛，一定爱比赛，加油！吼，凭咱家己的实力啦。吹了去哦！少年会晓讲，尽量甲讲落去。加油！好，来，今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天气变。好，来这里回合哦，美秀一个答案，上一个答案是啊，咱的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总有3题，恁只要选择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得到1000块，上最摕到6000块哦。上最给你加个6000块啊哦，一定要先摕到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法国面包的台语安怎讲？
哦，好，美秀这边有答案嘛？我的答案是法国的石头棒，啊，是因为啊，伊敢若石头咧嘿，你要用安尼，哦，有当时啊定工哦，实在是有影哦。登去的是登去，嘿，登去可能是卡，而且不通啊摕来讲，你知无？迄是种武器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法国石头棒。好，阿雄这边的答案是法国棍仔棒，为什么？因为拢会一支长长哇，有人是爬喺金架头，会使摕来打物件哦。伊就是迄个棍仔形较特别，所以叫做棍仔棒。是，对。所以咧，美秀的答案是法国石头棒。阿雄的答案是法国棍仔棒。来，两队咱请选一。美秀，阿雄演一遍。嘿，来看是不是我的？哦，好，来，你选的是棍仔棒，对，你捌听过吗？我是毋捌听过，但是阿雄啊，对，迄个形嘛吼，伊形容的我感觉真正有这款的，就是敢若一支敢若棍仔。啊，阮查某囝婷婷伊嘛有安尼感觉，你感觉是伊就是棍仔，无可能是石头嘛？啊，你感觉你嘛是选那落啊棍仔？看起来亲像棍啊，哦，刚刚要去刚输牙棍啊，哎呦，安尼哦，是不是？车边咧车边啦，真正有影要去车边的时阵，卖牙球棍啊，啊牙这款的就对啊。啊，对，啊，我巴肚枵我袂用食吗？对，啊，甲这少年的讲者，嘿，出去，嘿哦，棍仔这啥拢卖摕啦，对，吼，球棍仔嘛卖摕，对，这上好啦，甲一寡骨头讲者，嘿啦，骨头嘛讲啊，无者，即摆边啊，啊无请你食迄啊胖啦。嘿，大家口气较好的就好啊啦，哈。好，来，易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啊，因拢摇对啦吼，正确答案伫阿雄这边啦，是棍仔棒。伊的形吼，一支长长吼，就那像棍仔啦。哦，安尼啊讲石头，一般来讲石头不一定是长的啦，石头形足一款的，啊那棍仔已经拢是长的啦。哦，啊所以像咱若要讲出一支茶来做棍仔吼，一般拢是出长的，所以咧长形的吼，较像迄个棒的形，所以咱家叫做法国棍仔棒。哦，好，以后你若要去买时阵，爱记哦，是法国棍仔棒哦。好，来，咱第二题，咱请出销。嘿，促销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自由式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自由式的台语哦，美秀这边是掠高手，嘿，是安怎嘞？伊就敢若咱咧收自由，是毋是安尼？对。好，头前就敢若有一支迄落啊，碟啊伫啊，是棍啊伫啊，咱嘿碟高伫啊，咱一直要去甲收，要甲掠着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掠高手。是。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手也捌收，为什么？敢若电风的好无？电风也捌收安尼，啪，所以这叫做手也捌收。两队，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演一遍，是到底是掠高手还咧？是手也捌收咧？哎呦，好来，哦，这边真勇敢哦，这边甲风险拢分开，是好，我来问，是安那是你感觉是手，迄落敢若亲像迄落啊？伊敢若是迄个电风迄个嘛？电风的，我即马问婷婷哦。我感觉唔是要掠虾米，哦，唔是要掠虾米，是亲像迄电风安尼对吧？电风安尼胖咧安尼就对啦。嘿，是不是？嘿，哦，原来是。哎，婷婷，你到底知影咱这个题目是啥无？阿伯，你免着急，阿伯，即马少年人家己有家己的想法。对，即摆谈咧学台语尔啦。嘿啦，不要紧啦。伊的感觉是安尼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敢人输赢呀？嘿啊，大爱你讲一下，大爱。大爱，你是大爱啊？啊，是我是大爱哦。你老大爱啊！我感觉三个字较练啦。哦，你是念法。对，我想念的。啊，三个字掠高手，敢较好讲啦。哦，哎嘛对呢。我是安尼感觉。好，来，我来问一个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正确的答案是美秀那边的掠高手。嘿，拄则讲到真好啦吼，手伸直去吼，那像一支竹篙啦吼。是。后壁去手过来时吼，那像要去掠头前去竹篙。所以咱台湾人吼，一直拢甲这种收水的方法叫做掠高手。好，来，咱促销，后一题上尾一题哦，好关键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什么款的人会当用俗语
食无三杯硬菜，就想要上西天来甲形容。哦，这我知，我的答案是，无卡达是地人，是安怎咧？食无三杯硬菜，对，吼，你就食3工的素，你就想要做佛啦。哎呦，哦，就要上西天啊，哪有可能？哦，要食菜，咱就爱食永远，咱就是爱永远。你做无够，啊，你就要想要上西天去做佛，哪有可能？所以我的答案是，无卡达是地人。啊那阿雄这边的答案是做代志冲动的人。哦，人是讲哦，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，是听到讲什么这个物件足好食的，无听讲到底是贵是俗是合法的无合法的，就冲去要去买。这种的人吼，就是做代志冲动的人。嘛是有道理哦。好，好来，两队，咱请选择。哦，我的答案比敢若较济吼较。侪人预算诶，听妈妈的话啦。这个人你做代我志就知调，啦你无一步一卡印，你无踏稳，你要就想要爬上天。即摆少年就是安尼，所以我就叫因爱改啊。是有改无？有改无啦？有啊有。有啊。有影无？倒一边才是正确的答案咧。到底是贵是俗是合法的无合法的，就冲去要去买。这种的人吼，就是做代志冲动的人。嘛是有道理哦。好，好来，两队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一遍。诶，哦，我的答案比敢若较济吼，较侪人吼因为爸爸妈妈拢有教，哦是。好来，我问阮妈妈遐，预算诶，你算的，听妈妈的话啦，对啦。因为哦，无但你就是吼，你无这个人你做代我就志知调，啦你无一步一卡印，你无踏稳，你要就想要爬上天，就是你无食三杯硬的，你就想要爬上天，是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无遐尔高，就是啊，甲安尼就一寡有空无顺的，是。啊，就感觉家己哦，都一定就厉害安尼会，一定会厉害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是哪有迄个代志？是无对无7分靠打拼，3分是天注定，天注定所以你嘛是爱卡踏实地，豆豆啊行，安尼才会成功。以早咱细汉的时阵，阿母拢会甲咱骂即句话：食无三杯硬菜，你就是要飞上天。但是呢，伊拄则即题就伊选的，伊讲听有，哎对，伊就随讲，这是美术这也这边的，系啊对啊。啊，即摆人吼，即摆少年足济拢是，目悬了，啊手低了。嘿，即摆真悬啦，看悬无看低啦。系啊，对啊，即摆少年就是安尼，所以我就叫因爱改啊。啊有改无？有改无啦？有啦，昨有去坐坐啦。唔是啊，你迄份敢无转来吼？你拄则，你拄则敢若定出去安尼吼，定出去吼。有啦，等下就转来啊，等下愈来愈刺激就转来啊。是，囡仔拢是探趣味啦。好，来4位拢是选我哈。来，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啊，咱的来宾吼，台语拢真好啦吼，所以底底真好，所以听这句话就随知影什么意思啊吼。所以因选的拢是美秀一名，拢是正确的答案。哦，咱过去人吼，拢讲你若修行修到一个程度，你就会当去西天的极乐世界啦。是。吼，啊，但是你要修行，就是爱食素嘛吼，食菜。啊，你食无三杯硬菜，表示讲你食菜的时间真短。啊，你就想要上西天，迄无可能代志。你一定爱长时间吼。逐工做，啊做足久，安尼才有法度通上西天。所以你若无脚踏实地，哦，敢若在孝想讲要足紧就有成就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咱即句话是咧教示人讲，真正做代志爱脚踏实地。是，好来，即摆上实在就是看分数。哦，对。好来，咱先看阮这边花甲咧。花甲即摆有5000。嘿，好啊，来咱分甲咧有6000哦。哦，好，咱即摆起来咱第2回合下岗好人。下岗佚佗人啊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哎呦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咧？哎，咱特别吼，拢会用影片带咱来去看风景，无同款的所在，有可能是台湾，有可能外岛，有可能是外国哦。哎呦喂，啊，你看影片内底是什么所在，一知影是什么所在，紧甲。这个吹落去啦。是啊，就讲这个伊爱讲点的。你举迄个
法国面包拄叫啥？棍啊胖起来，卡落去，这都无等你了。哦，这么对呢。对啊。哦，放心，阮拢安全拢做甲好。哦，安尼哦。而且阮嘛无去生气啦。是啊，因为我会惊，因为我较早吼上综的节目若只要有以下拖出来，拢会电呐。哦，啊，所以我有一个阴影。英勇啊，这种惊兄弟的啦，啊惊兄啦，系啦。免惊兄，免惊兄。吹咧电话吼，佫有出烟的啊，就指一个啊，有味哦，嘿，有味啊，小可臭的大味，臭的大味。迄个那给我吹。袂放心，嘿，阮的节目拢是足优质的，嘿，安全啥，甲大家拢顾好，嘿，嘛免开，吼，坐遮就坐遮享受。啊，若看到你感觉，哎，这个所在我敢若捌去过，啊是什么所在？你知影答嘛？紧日甲吹咧，吹就好啊。啊，若要享受，这有人会来掠零的款。你好死啦！按摩椅嘛，后一季阮一定会做掠零，然后前面讲答案安尼啦，哈，安尼享受。机会袂歹哈，袂歹，这以后讲大只讲爽快，嘿啦，来，你敢若红上咧，叫你设计啦，吼，啊红上我即摆会当出题无？来，你甲出来，出来，来去面红上，上个啊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啊？这个景点是咱台湾北部的一个什么树？哦，什么树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云海呢？哎呦，哦，你是要打掉卡了啦？哦，较大啦！哎，你唔通怪伊即马喊你巧呢？哎，安尼。嘿啊，你应该知影倒位吼？拿刀书，拿刀书，什么拿刀书？上面有个拿刀书，拿刀书是倒位？不，这个所在吗？我住差不多10几年，我唔知呢。拿刀书，南岛屿，这是你咱北部，北部，嘿啊，北部，台湾的北部啊，北部。好啦，唔知你又讲唔知，无要紧啦，我要看片啦。唔知输，唔知输，真好。来，老师是唔是唔知输？还是唔对。好，来，咱搁继续看。北湖讲好，你搁看一下哦。好，来。哇，水，有一个敢若灯塔呢。灯塔，就想要去的哦，这所在，嘿，哇，这片的呢嘛真水呢。有啊，嘿，安尼我就爱讲啊，精彩，你讲啊，来，鸡人酥，好，来，老师，鸡人酥对唔对？这个正确，这答案正确。哦，厉害！你讲鸡人酥啦吼，啊，这个正式的名是叫做鸡人酥，但是你鸡人哦，在地人叫做鸡人壳啦，嘛人讲鸡人壳啦，迄个壳啦就是，咱拿饲牛吼，要出外口啊，顶一支壳啦吼，啊，甲牛绑伫遐。啊，鸡人感觉迄个海上一支敢若蜞仔共款，所以叫做鸡人蜞。啊，伊正式的名叫做鸡人酥。好，不要紧，继续搁答落去来，换人。第二位是咱的千金。甲少爷，公主，吼，麦当吼，是千金，我甲你问一下吼，婷婷，妈妈会管你真严无？我感觉一点点啊。所以你想要妈妈帮你较练的是什么会？我回去厝，回去厝的时间，哦，回去厝的时间，哦，可能是妈妈，可能是暗时9点，你都爱甲入门。无啦，无遐尼啊，上无你12点外都爱转来啊。无啦，你人就要较早转来了，下早5、6点转来就好啊。你10点吧，我到第一间相关的啦。哎呀，张妈，你啊，你家己在大细。来，我做一个公亲啊，我甲你讲，这啦吼，讲哦，你想要较晚甲转去，不要紧，敲一个电话给妈妈，甲妈妈讲者，啊，妈妈你千万就唔当匹配好安尼，一直甲袂去，袂当。对，嘿，啊，你一定爱打电话妈妈，妈妈一定吼你较晚转来，啊，甲啥人你要坐车转来，是妈妈去路口等你，这拢一定爱，妈妈一定爱做会到。啊，若是少爷，我就其实我较无烦恼。我是要问讲，少爷是毋是爸爸拢喊你管你？你是毋是希望伊管你较济？我是我咧管伊啊，哦，是我咧管伊啦，对啊。啊，爸爸什么所在上欠管？可能小酒醉啊，小酒醉爱敲电话叫我去甲伊载。
爸爸啉不要紧，为着身体，咱啉淡薄啊就好啊啦。无就带我去做伙啉啦，安尼没有，做伙啉不要紧，一礼拜一届就好。对啦，吼，唔当逐工哦。对啊，我知，好。爸爸就交互你啊哦。对。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的，刷来这影片吼，要带大家出国咯。哎，请甲阮讲，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咧？伊是2个字。两个字哦。来，咱请看。哦。来哦，2个字哦。哎，听到啊，听到啊。对啦，跟菜花丝啊，听到。不要紧，你知在倒位无？应该在在你讲啥？韩国吗？我问老师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韩国？这个。你足紧就知影咯，因为伊头前看就是迄应该是小肉啦吼。你看着小肉，你就知影这是韩国啊。是啊，因为韩国的小肉真出名啦吼。你若有去韩国，就知影讲，因真侪人拢真爱食迄三层啊嘛吼。看到我是足无爱食的，肥嘟嘟。不过韩国来感觉迄足好食的啦吼。啊，过来看这，你看伊来面参足侪番茄啊。哦，所以这真咸啦。啊，我哪爱食咸啦。是。哦，所以这两个看起来，伊就随知这是韩国啊。嘛都有。好食好韩国梨啦，是，汉江。恁昨昏去食着？系啊，哦，足好食。哦。哇！真好佚佗啦。哦。嘿，不要紧，少年人有缘，叫爸爸妈妈带恁去佚佗，去韩国佚佗，去食。好，来，咱今日哦，换人哦。等下恁拄有看到吼，韩国。好，知影恁就紧日甲吹落去。吹落哦，嘿。哦，我要去佚佗啊！哦，好，上海人今日去倒位佚佗？啊，来，刷来影片吼，要请恁来看卖，这是咱台北市的什么公园啊？哦，5个字哦，什么园哦？吼，好，伫咱台北市哦，来即摆来看，请看。台北市上大呀！哦，来。台北什么公园？有无？第五公园。第五公园。台北第五公园，你搁减2个。台北市第五公园。台北市第五公园，这个道理就对啊啦。加一字出来。哦，市第五公园就对啊啦。啉酒就是会害啦。啊，你昨有啉无？无啊。哦，昨无啉我清醒啦。啊，想袂起来。好，你讲市台北市第五公园。好，来，老师市第五公园对唔对？歹势，安怎斗的字斗袂好？哦，好，不要紧，你要讲继续看落去，咱继续看落去，给你机会哦。好来。好，来继续看落去。哇！哇！够大片。你应该知。迄个，我会记得是迄个5月天有伫遐办迄个演唱会啦。对。好，我有一个答案。好，来你试去。好，来你有一个答案，什么答案？台安森林公园。哦，好，我看老师要互你过无吼？台安森林公园对唔对？会使进来。老师教好的啦。这个公园，伊的正式名叫台安森林公园啦吼。哎，拄只迄个森林公园，因无讲讲得真准，但是意思是正确的啦吼。森林。啊，拄只迄个伊讲食物园吼，伊嘛唔对啦吼，啊讲的所在嘛唔对啦吼，因为这个公园是比迄个搁较大。这日本时代伫做都市计划，就已经甲这个地要做公园，迄那叫做7号公园。哇，咱即马甲伊起好以后，才有伊迄个所在吼，改叫做台安森林公园，因为伊伫台安区啦，哦，所以叫台安森林公园，是咱台北上大的公园啦。除了迄个阳明山、草山迄个公园以外，这个应该算上大的。好，真牛，真牛！好，来，咱紧的哦，来换人。好，来，等下若看到三百个，你就甲
什么字你想要讲，你话唔知影，你就甲倒入去倒，倒用倒倒入去倒，哈。好来，上个今日要去倒去倒。是，刷这影片吼，要带大家来去看嘛。这个桥吼，足厉害哦，伊是七彩吊桥，伊伫咱台湾的南投县的什么乡？哦，南投已经讲出来哦，南投县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看。大家就了哇，你倒去？啊，你两个是咧创啥啊？伊两个咧看片啊，认真看片，是南投县什么乡？嘿，什么乡？两个字。我跟你讲，想无不要紧，甲你知影南投的所什么乡，你拢甲讲出来。讲出来。是。我唔知，我拢唔知。你两个拢唔知啊？我你甲提一下好无？看啥人较知，就紧日甲出入去。啊，知南投什么乡？迄落咧卖鱼啊片的啊。南投我记得伊嘛有迄个仁爱乡啦，嘿啊，有迄个信义乡啦，嘿啊，哦，看恁都要倒一个。安尼唔是办法嘞，我嘛唔知要安怎。时间到拢唔知影，只好请老师解说。好，来，我请老师解说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解说。这是南投县的信义乡啦，是真悬的所在，这个原住民的所在。咱对来看迄个桥吼，伊是水源桥啦，伊其实是迄个对关山顶面的水吼送落下骹，互人食的啦。所以伊是一个水源桥，伊唔是要互人行的，是要接水落来，水管是水咧行，嘿，水行的。哦，咱真侪水拢是靠这种真大的管啊吊伫半空中，哦，一直送到下骹来互啉，嘿。所以这是一个水源桥，是伫南投县的信义乡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看两队的分数。是。来，坤华这边。华价即嘛11000。哦。啊，来咱湖那边呢？哦，这边有9000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唔知影答唔要紧，咱个后一个回合会当趁钱哦。好，今日来去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哇！哦，是。好，上个咱讲一个提示，有旧地名，是钱、俗语、好斗阵、中秋、火车头、成年礼、甲草草。哦，你知影这8个提示内面哦，介绍拢无共。是哩。上悬的奖金偌济？上悬15000，上少1000，好好啊算哦。差多哦，差得济哦，啊内面嘛有12000的、7000的、5000的拢有哦。对。是看你安怎算，看你的运气啦。好，对无？啊，阮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讲吼，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嘿，会先算。安尼都是我先算。是。啊，佫有一个规矩，佫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讲吼，阮有一届。诶，互恁喊救命的时阵，会救人哦。你若看唔知的时阵，通啊甲因嘿合作。参赛少年啊，这哦，嘿，通啊参这少年车几跳有单你啦。歹势，唔是啊，你的是迄边的啦，你的嘛是啦。差不多拢少年啊嘞，嘿啊，咱也唔知个问因。无一定啦，有这么少年呢。对啦，有一个较新的时代。但是伊若讲到拢请你看，有地名这吼，可能少年都较唔知啊。是，对吧？所以你先了解啦，唔是你嘛爱互因脑筋动一下啊，是唔是？互因一个机会，是，互因一个机会啦。对啦，好来，咱即摆有8个，先选的是白云哥哥，你要选倒一个？安尼我来讲一个俗语。俗语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俗语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1万哦！哇，1万哦！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一日山仔3日徛，是讲是咧劝人讲思想爱会晓变通，还是讲做代志爱有定性？好，来，你有3秒的时间。你问少年来看卖吼。让少年有少年的想法啦。是。少年啊，
你感觉呢？是爱有定心啦，哦，爱有定性哦。对啊为，什么？哦，就是爱大工拢做，卖讲做一工啊休3工安尼。对啦，做代志要有定性哦。恁囝比较厉害。好，快点哦。好，好来，做代志爱有定性，对唔对？一班推掉啊来！有一滴的几班哦。恭喜！你来做老爸。爱较高好的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个刷仔吼，就是讲树啊种落以后吼，啊你搁该换位啦，安尼叫做刷仔。啊你若树啊甲刷仔吼，因为迄紧正长一挂期吼，所以刷起个所在以后，伊有一段时间都袂水啦，迄个拢黄去练去啦。所以咱讲一刷仔三一强，意思讲吼，咱唔好定着刷来刷去，爱固定一个所在吼，你若固定伫遐吼，啊你就会迄个树啊发了较水。所以叫人讲爱有定性，莫安尼一工伫遐，一工伫遐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换你啊哦。哎呦，换我吼，嘿，来我姐姐。来哟。新年礼，新年，成人礼啦，成年礼，成年帽啦。新年礼。好，咱来看这成年礼吗？是啥？新年礼。好，咱来看成年礼奖金有偌济哎呦，3000，不要紧，咱豆豆啊安尼就可能简单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特别的成年礼做16岁，是爱祭拜倒一位神明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你台南的查某囝，你若唔知就讲啊。我惨，你台南的哦。因为我捌做过16岁呢。哈，你14岁就成年了嘛？啊，13岁就来，你先机会。哎，你时间差不多啊，阿姊时间一直在行呢。嘿嘿嘿。台南特别的成年礼做16岁，敢知影是祭拜倒一位神明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你台南的查某囝，你若唔知就讲啊。我惨，你台南的哦，你台南的哦。因为我捌做过16岁呢。哈，你14岁就成年了嘛？啊，13岁就来，你先机会。你足生娘娘吗？哦，哎呦，是查某神，无唔对。但是唔是足生娘娘哟。啊无就是妈祖。哦，啊，选一个，选一个。选一个。哎，你时间差不多啊，阿姊时间一直在行呢。嘿嘿嘿。都好啦，都足生娘娘的，好，来，老师，祝生娘娘对唔对？实在是有影可笑的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对，做16岁吼，是伫旧历的7月初7啦。啊，7月初7，咱拜什么？知影无？亲娘妈对啦。因為囡仔的守護神就是親娘媽啦。哦，所以咱講即天叫做親娘媽生啦，7月初7，親娘媽生。啊，咱過去吼，即馬較無人咧拜，因為安怎？即馬囡仔迄落若艱苦要找醫生足簡單的。以前的人較無錢，啊嘛醫藥較無遐發達，所以大部分人攏拜親娘媽。哦，希望親娘媽會保庇囡仔。啊，好有期到大漢，到16歲時表示已經成年啦，所以就去甲伊拜拜，講感謝你保庇，互我的囡仔會當啊，是甲大漢來變做大人啊，哦，所以咱若做16歲吼，拜是親娘媽。好，來換白雲哥哥，來，多謝。要選啥？你草草啊！你草草啊！你哪知伊几落敢无洗身躯？我你遮拢听会到。草草，是草草啊！草草，草草。好，咱来看草草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嘛草到真好哦。对啊。好，来我出题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柑仔米的台语叫做臭鸡啊？啊，迄个臭吼是代表伊足敖臭酸，还是足敖生炭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，臭鸡啊！臭鸡啊，迄个臭是高生臭酸。柑仔米就是他妈豆的嘛。对。啊，时间咯，时间到。来，七个字。啊，七个。对。好来。是臭酸啊，生炭？生炭。好。生炭。好来。生炭对唔对？
好，这花草哈，咱若讲伊真好生团，咱就是讲足臭钱的啦。所以讲，这个物件就是讲，伊真臭钱，讲凊彩迄籽吼，凊彩甲淡的吼，伊就会发出来。像咱迄个一般咱头仔倒吼，臭气也无咧拜拜，是安怎？因为加落以后吼，咱咧大便内面有个籽吼，较早咧压肥的时候，是伊家己就会发一丛出来。所以咱就因为安尼，甲伊讲伊是足臭钱的物件，所以甲伊叫做臭气啊，因为伊形足神奇啊。好，来，即马有旧地名钱好斗阵中秋火车头，你要选倒一个？哎呀，中秋已经要到了，咱就来选中秋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中秋的奖金有偌济？袂歹哦，袂歹哦，嘿，豆豆啊，咱就列叫啊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中秋是倒一位神明的生日？你也会记去拜会，互你赚大钱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咱保庇天后拢是神明呢。保庇来，你要救无？救！你要看者救命？赶紧画一个，看卖有参悟一个。七月。嘿，来。什么？甲你母啊救一个。有参悟一个。拜什么神会赚大钱啊？系啊。我拄则讲，已经车开跳单，你莫真正是。小一个。好，阮有敢若是土地土地正神。土地公哦，迄个土地正神。钱啊，真结束呀！了解，咱有少年人一个机会。对啦。所以讲答案是土地公，是不是？这土地公。好，来，土地公对唔对？恭喜！来分数。恭喜你7000咯，袂歹啊，录起来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啊，伊对着讲，迄两个拢会使算正确的答案啦吼。土地公、福德正神吼，拢是这个神的名啦吼。是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咱民间有2天咧拜，一天是旧历的2月初2。对啊。一天就是中秋。哦。啊，有人讲2月初2是个生日，嘛有人讲中秋是个生日啦吼。啊，嘛有人讲2月初2才是真正的生日，啊，中秋是伊做神的日子啦。哦。啊，不管安怎，拢有这种讲法啦，所以咱嘛无法度证实，因为神明有是真的啦吼，就是民间来流传的。啊，你甲看哦，土地公庙这2天拢会拜拜，拢有足盛大迄个祭拜。啊，咱俩伫中秋吼拜土地公嘛，咱有一个讲法叫做谢平安啦，因为是秋天咱收成的时，所以伫这个时阵拜拜谢平安，讲互咱一年平安会当有好的收成啊。来换你摇，旧地名上。万五还未出来哦。旧地名。万五哦。看看卖钱的无？好吧。旧地名啦。旧地名啦，来啦。来，咱来看者旧地名奖金有偌济？15,000哦。12000哪嘿？一本12000啊！你运真好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旧地名好买，就是即卖新北淡水，还是云林好买？伊有选择题呢。来，10秒时间。旧地名是好买，就是即卖新北淡水。是淡水还是好买啦？好买。爱吃。来，哎呦，来有答案毛。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新北淡水。哦。讲就讲迄喙暖卖啊喷啦，迄激动啦！阿兄，嘿，N O 来，迄新水啦。来，新北淡水对唔对？啊，这个地名吼，应该是对原住民的话来啦。啊，原住民伊的话吼，咱即马无确定啦，大概叫做河吧。啊，咱尾啊改叫做河尾啦吼。啊，伊的意思就是河喙，就是河入海的所在。啊，淡水拄是河入海的所在。啊，这个名当然唔是汉语名，不过因为咱叫伊音吼叫做河尾，啊尾啊是改叫做淡水啦。啊，古早叫做河尾。好，来，真刺激哦！即马冲到10万年，即马咱搁跟咱万倍，咱来加油，我3题你算一个。来算者，你替我算好啦。万五还未出来。拄则拢我替你算，你就替我算。哈，我想要算，算什么？来，你算。通通没有了，算火车头。火车头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火车头的奖金有偌济？小
完哦。我想没记丢，救护车等就来啊！哦，来，咱要出题哦，小慧咱车出题。请问倒一个车站是咱台湾现存上古早的火车头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无选择，又搁无通选。哪？起来！10秒哦。我来哦，10秒，剩3秒。我啊，你怎样走？我感觉别，你无感觉，你即摆无感觉，袂使发救人啊，咱都讲过啊。嘿。哇，咱拢捌去表演过。哎呦，阿姊有甲你提示哦，啊。安尼，甲你提示个安尼啊，无啦，常常拢有去做这所代表的啦。不过嘛，安尼无够就对啊啦。无够，你只啊，有一个所在有一种物件，好啦，圆圆的真好食。讲完，嘿，新得。好来，新得对唔对？别昏倒啊！用爱用心来给你提醒就对啊啦。好来，免急，奖金来。奖金你就问我咯。咱台湾的车头过去拢日本人起的啦吼，啊较早拢是旧车头，不过即马大多数的车头拢拆掉搁电起啊，哦像台北车头嘛拆掉电起，基隆车头嘛拆掉电起啊，但是咱新竹的车头，还搁是日本时代迄个时代起迄个车头，还搁留咧，所以咱即马上旧的就是这个新竹车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来，即马剩2个哦，真正爱拼哦，不是民主的问题哦。好，来，甲钱落。好，咱来看。钱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哇，钱真济啊啦！你也知啊啦。是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车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讲一个人的个性是十角，伊是散还是翘翘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用选择的。我选择题。你这人做十角的，七落翘翘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散。好，散对唔对？对。10角吼，十角。倒开拄啊1块啦，哦，较早1块会当换做10角嘛吼，啊，但是伊是规个1块，伊是10个散的1角，所以咱讲1块散。对。啊，所以安尼就是10角的意思。好，来，咱来看。好到底啦。好到底的奖金有偌济？袂歹哟，是好来，上个咱车出题。请问，今嘛吼，足侪人伫咧讲 I 人甲 E 人呐，啊，若是讲一个人外向是用倒一个是 I 还是 E 咧？哦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那是外向哦。少年人就知啦，这少年人就知啦。少年就知啦。哦，你会使算啊呢，用算的。用算呢？哎呀，谁啊人教味道，你睇嘛？来哦，你感觉咧？你是 I 还是 E？我跟你讲啦，像我这人 EQ 这样好吼，一定是 E 人呐。哦，是哦。好，来 E 对唔对？有影 E 人啦。伊拄则选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，不过伊的解说是错误的啦吼。伊讲因为伊 EQ 悬，所以是 E 啊。啊，其实这是对英语吼 ，introvert 甲 extrovert 这2个词来，啊，一个就是 introvert 就是内向，啊 extrovert 就是外向啦。啊，因的开头就一个是 I， 一个是 E， 所以用这来讲，你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？好，来，咱今晚先来看咱的分数，先看阮花价，花价有38000，真高。好，那咱分价咧有41000。好，咱今晚今日去7秒，1000支。嘿，7秒1000支。大家动脑筋。哦，今麦奖金偌济？41000就是有41秒。哦，41秒，安尼就免搁加落去啊。买啦，还是较低一个啦。系啊，比6够哦。无够啦，3题尔啦。哈，3题啊，41秒。无啦，你人迄度爱3天一个，你就爱天一个安尼啦。哎啦，大家有来有去安尼啦。你即马敢若袂输公庙内面的差不多啦，注意啦。好啦，我加落去啊，加30秒。
是，好来，咱有3题哦，拢总3题咱有3题。那看到什么字，你会感觉想到什么话，哎你就甲答案讲出来哦。对对，爱你起，你讲吼，一起。一直起你讲哦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几个字？真侪白云啊！你会去吗？恁两个爱混爱等来你来，你唔通我要去天堂遐佚佗呢。已经去啊，已经去啊，已经你去啊。两个敢若无来咧哦。所以即摆出来咱才需要啊。慢找啦。哦，来，来，这摆有41000块，因会当摕走偌济钱咧？咱第一题几个字？第一题2个字。 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提示是基督教，基督教。嘿，第二个不是，哎，第二个提示歌词的名嘴，哦，歌词的名嘿嘴，，是。我前面吹是声。甲知道，过来是真侪白云呐，真侪白云哎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，2个字，嘿，唔是上帝。啊，不是差不多啊，嘿，过来个，兄弟过来，是，若是好的，带你去倒位啦。天堂，啊，这个天堂。哦，真哦，侪白云六六万哎呢，呀是不真是？侪白云啊，你会去吗？恁两个爱混爱等来你来，你唔通我要去天堂遐佚佗呢。已经去啊，已经去啊，已经你去啊。两个敢若无来咧哦，是啊。迄天堂是外国人咧讲，咱讲叫做世界呢。这你上知嘛？这你上知嘛？提示就是安尼啦。基督教歌词的名嘴，不是拢会讲啊嘿啊。好的老师，好的老师嘿对啊，拜老师，互你大套房啦。对啦，安尼啦，是。好来， 47秒，好来，咱请开始。好来，这题有三个字哦，第一个海沙波，海沙波有啥物？有啥物？有啥物？第二个伊是洪水的，水走袂去，嘿，唔惊水的哦。第三个是叶开的，叶开咧明显的哦，第四个是蓝色甲白色的，前拖。啊，这个，前拖。哦，前头啊，真好真好，这就真好药啊嘛。嘿啦另外叶卡就甲你讲啊。蓝白拖黑嘛。免穿白啊，有无？对。好来，今麦看到几秒？哦，即马还有31秒，31000块。紧的哦，爱较紧的哦，速度爱紧的哦。好，好来，所以即摆出来咱才需要啊。上尾一个几字？来， 3个字。三个字。哦，三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来，第一个提示是有新的人，新的人，有新人，有新的，唔对，过来，嘛有老人，老人哦。有啥物共款的所在咧？紧嘞，牙关啊！哎，牙关啊！伊他都讲咧，国语台语，扑爱做。啊，这个，爱做，爱做。来，咱即摆看一表数，像偌济。来，按照15秒啦。哦，15秒意思讲够有15万哦50万五啦，不是15万哦加到啊，好15000嘛是真正有影袂歹啊啦，吼，好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耶！后来广告有金牌啦，好手段。哦，炒到这大咧啊！我这一次跆拳道打冠军哦，我也很开心的。啊，你加一金牌啦，金牌拢爱加。他们这就这人加不是啦，这法国的这个特色无。没啦，今日啊上主要就是讲这少年囡仔，恁感觉即马对台语有略略啊了解无？有趣味就有趣味无？来，听啦，你确定你有？你确定你有？你拄则讲无几句呢？了解，等阵后拄着阿嬷就问阿嬷食饱未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啊，感谢咱罗公行罗老师，谢谢大家。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8万，互你逐工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。感谢梁哥哥，感谢东汉，感谢奕晨，感谢依恩，谢谢白，谢谢关笑，谢谢婷婷，谢谢凯凯，谢谢丽娜，讲较多，讲较多，谢谢姐姐。